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走进蝴蝶剧场新传有声展演季的美丽现场，走进了我们陆游语堂馆。希望今天晚上的演出能给大家留下美好又珍贵的回忆。那么接下来邀请大家拿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功能，让我们一起留下美好的星光大合照。谢谢大家。少年，下次耐心要小心哦。